特别是信义区一间高职，昨早起11点外，有一个2年的学生趁下课的时阵，走去找1年的学生理论冤家，各地灭火器撞对方，造成19个人送病院，其中有2个人要留伫病院观察。校方表示，这2个人伫网络顶头也有咧冤家，警方是讲，接落来会通知学生来做记录，若总有家长是要提告，会以伤害罪嫌来侦办。 下课时间，2名学生伫走廊一句来一句去冤袂煞，老师经过赶紧甲因调解。一个查甫学生手举灭火器，愈讲愈激动。另外一群人哪讲哪笑，准备要入去教室的时阵，伊向甲灭火器饲咧四界转。连续抓几啊届，现场规个拢是白色的粉。尾下还佫甲灭火器带入去教室。 学生触到灭火器的粉，互紧急送病院。那学生有因为在网络上的口角事件啊，就到班级来进行理论，但是没有料到说学生转身随手就拿起灭火器来进行喷洒。发生冲突的地点伫台北信义区某一间高职，学校讲2个学生伫网络顶冤家，10时中到11点外，高中2年的学长去1年的班级找学弟理论，几个学生好事生围伫边仔咧看戏，不过伊举灭火器乌白转。 造成19个学生送病院，有人气更静起来，有2个人留伫病院观察。在大量在密闭的空间受到 A、B、C 灭火直接喷的话，就担心，因为它里面含有磷酸乙胺的话，如果很大量吸，其实会造成肾衰竭。我们一般的规定，它去维护保养，灭火器当成一个伤害的工具，这可能是涉及到其他的一个法律，就不是在这个消防法这边的。 虽然消防法无明定灭火器使用的规则，不过警方会通知学生来做笔录，只要有家长提告，会以伤害罪罪嫌来侦办。医师提醒，亲像这种打粉的灭火器，若是大量去使着，除了会砸着伤、胸坎砸以外，较食力的，佫会引起腰子衰竭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